台南艺术节再度登场，今年以异种超界为主题。在宣传记者会当中，用歌戏、任何电影出来的节目来强调这摆跨界的主题。那今年非常特别，我们的主题叫做异种超界。那其实意思大概就是讲说，艺术总是能够超乎我们的很多的想象，然后艺术也做了非常多的跨域的结合。这摆总共设计15档40场次的表演节目，包含音乐、舞蹈、戏剧以及亲子节目，更首度将电影纳入艺术节。期待以多元的节目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参与。事实上，这一次的艺术节总有15个档次，有46场，可以说在历年来讲，艺术节来讲是蛮多的。那我们同一个时间又有台南国际音乐节、台南艺术节，还有艺术禁区，就分别在不同的层面，在不同的地方，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文化多元的城市。艺术节团队以城市舞台为概念，除了在文化中心演出之外，嘛伫咧延平观光处、沙头港、大南门城等所在来演出。10月7号将伫咧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开幕演出，其中还有软剧团特别呈现的作品《皇都电机》。闭幕演出是由台南44拍唱片行亚场登场。举办电子音乐派对、电音演罗店，丰富多元的节目，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